来锻炼圣诗，圣诗572首，心目五指坚固，心目五指坚固。咱请司琴弹一届，咱来吟全首。来第一站，心目五指坚固，就是上在耶稣。 圣诗298首，圣诗619首，619首。咱五情行伫上帝的光，这条是印尼的曲，它的曲风比较轻快。我们请司琴先弹一下。 熟悉一下，它很特别，就是前面那一段歌词我们反复2次，后面那段歌词也反复2次。那注意一下，有一个地方有2拍的3连音，就是唱到上第的光，第的光都是2拍的3连音，咱来注意一下。好，咱来搁唱第一届。
这条准备礼拜，咱静心。即马，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
上主啊，求你将遵守你命令的道路指示我，互我知安怎彻底遵守。求你互我有智慧遵守你的律法，通专心遵守。求你带我行你诫命的路，这个路我真意爱。请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98首，快乐快乐，愿来敬拜。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同心合道来祈祷。慈悲听堂观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主日的早起带领我来到你的面前，吟诗学乐敬拜你。感谢你，互阮逐工平安，喜乐满满。今仔日，阮伫遮主持，假使讲有担重担的兄弟来到你面前的，求你安慰；有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你医治；有家庭、事业、工课问题的兄弟，求你帮赞，互阮会当安稳伫你的翅股下。阮也为着公园教会祈求，伫黄牧师、赖牧师、长老、执事的带领，公园教会大家同心合意，互即个要70岁的教会有进步、有改变。有搁较侪人会当听到福音，伫你的厅内底无惊吓，
会当完全信靠你。即时，愿伫遮求圣灵降临，开阮的目睭、耳孔、心门，安静来领受你的信息。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三甲来交读启应文第37篇，也就是箴言23篇。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轻善歹人，将来一定有盼望。我的囝，着听，着智慧，着听，趁洗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买。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接线，请咱来恭守上帝的话，圣经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事实伫咧以色列的时代，犹大地发生饥荒，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囝，对犹太的伯利恒搬去摩押。迄个人名叫做以利米勒，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2个囝名叫做马伦甲基连，因是犹大的伯利恒出身的以法他人，因到摩押地就住伫遐。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去，放伊甲2个囝。迄2个囝带摩押女子做某，一个叫做古尼巴，阁一个叫做罗德。因住伫遐约10年久了后，马伦甲基连2个人嘛死去，剩拿俄米家己一个人，无翁嘛无囝通靠。拿俄米也伫摩押的时，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互因好修行，就甲伊的新妇离开摩押地，要转去伯利恒。伊对伊住的所在出发，要转去犹大地。2个新妇对伊去。伫路中，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恁转去家己的外家，愿上主施恩互恁，亲像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甲我3款。愿上主赐互恁，互恁2个找到新的对象，有好的归宿。”伊就甲因斟，甲因3时，因大声吼对伊讲：“阮一定要甲你转去恁的人遐。”拿俄米讲：“查某囝着转去，是安怎要缀我咧？我若也无盼望，今仔日有丈夫，阁生囝，恁敢袂当等因大汉，无去嫁别人？查某囝，莫啦！我比恁较歹命，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因阁大声吼，古尼巴就甲伊的大家斟，甲伊3时。毋过罗德放袂离大家，拿俄米就讲：“你看，恁阿嫂已经转去因的亲族，甲因的神明遐，你嘛通缀伊转去。”罗德应讲：“毋通逼我放杀你，离开你转去。你去倒位，我嘛袂去。
你住倒位，我嘛要住伫遐。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嘛要死伫遐，葬伫遐。只有死会当甲你甲我分开，若无，愿上主加倍责罚我。闹米看落地，坚决要缀伊，就无搁讲啥物。以上，圣经读到遮。赞美，即时请圣歌队。人生的路有主引带。即时，正本堂赖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定义群地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届甲大家三甲分享上帝话语。伫接续搁2天，就是华人的中秋节。搁一届欢迎大家转来伫公园教会来参与礼拜。愿上帝话语祝福咱大家。咱搁一届三甲来祈祷。
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有福分，伫上帝的家做伙来听叹上主的话语。今仔日，阮聚集伫遮，是因为上帝你的听，互阮会当有即个稳定，领受上帝的祝福。嘛愿上帝的圣心，甲阮三甲之地，互阮会当听叹，佮明白上帝你敬调阮，是因为主你听阮，会互阮的人生有一条会当领受上帝的祝福、蒙福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真欢喜今日搁一届代表圣经学院来甲咱大家兄弟姊妹来请安伫今仔日要借着即个主题来甲大家三甲来分享上帝的话。因为兄弟，咱感觉拄过咱无法度去选择的即个时阵，有当时莫讲选啥物物件啦吼，连要拣啥物食的物件吼，咱就感觉足歹选择的。咱感觉看过一个节目叫做《料理东西君》吼，即马囡仔嘛足幸福的吼，要食麦当劳还是食摩斯汉堡？到底是要拣倒一项？有当时那两个囡仔就伫遐即个冤家吼，大家要拣的无共款。总是咱人生可能有当时面对的，毋是干那拣要食啥物物件，遮尔较简单的代志。特别是即马开学的时间，有真侪学生拄升起来大学，也是研究所，咱会面对着可能要选择要填啥物款的学校，填啥物款的科系等等遮个问题。那搁较年长，可能就会面对着要选交往的对象甚至是当咱要选择一个结婚的对象，咱搁较头疼，因为咱知即个翁仔某若选了后，就是一世人的代志。进前咱会记得马永年牧师捌甲咱提醒，上帝所意爱的婚姻袂当随便来分离。所以若咱即马所即个选择的即个翁仔某，毋若是咱一世人的即个牵手，甚至咱去到天堂咱的咱的即个另外一半，也是另外一个伴，嘛会军队甲咱军队调调。所以咱着爱真注意来做即款的选择袂当凊凊彩彩。所以今仔日咱嘛要借着即个路德记咱的即个信息搁一届咱甲咱大家来分享即个选择的重要性。咱可能大概咧读路德记，咱拢会想到，就是大家甲新妇关系即款的即个重要性。总是今仔日咱的重点，毋是要放伫大家甲新妇因之间的关系，搁较要紧的是要互咱来思考，伫拿俄米两个新妇因无共款的选择带来无共款的结果。咱知因拿俄米的两个新妇拢是摩押人，是外邦的查某囡仔。因常时面对的即个问题，就是拢失去了即个翁总是两个共款的即个过程，却因为无共款的选择，带来两个新妇无共款人生的即个路程。咱来看今仔日圣经节，甲咱一开始第一章就讲，迄当时以色列还未有国王，是士师的时代。伫迄个时代，以色列来发生国内的大饥荒，百姓拢刷去国外来住，避免因为饥荒来枵餓。所以即时住伫犹大伯利恒的以利米勒，甲伊的某拿俄米，因共款面对着即款的问题，特别带着带两个囡仔马伦甲基连，一口罩4个人去到摩押地来即个
大，总是无想到即个悲剧来发生。拿俄米伊的丈夫伊伫米勒伫即个过程中间来过身，过了无偌久，因两个囝就带当地的查某囡仔，一个叫俄尼巴，一个名叫罗德。可是佫较互咱无法度想象的代志，就是过了10冬，即两个拿俄米即两个囝，马伦甲基连犹原过身，所以拿俄米常常面对着失去了厝内的条仔骹。迄当时以色列人因的家庭的观念，查甫人就是家庭的头，是家庭的即个条仔骹。所以即个拿俄米失去了丈夫，无大紧，佮煞接连伊两个后生嘛拢来接续来过身。伫即款的即个打击的过程，拿俄米诚做寡妇。后来伊听到国内的饥荒已经解除，就打算要回去伊的故乡来守寡。总是伊甲两个新妇讲：恁通回去恁家己的祖家，愿上帝来施恩互恁，互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亲像款待我一样，愿上主赐互恁。互恁两个人通过重新来找到新的对象，有好的归宿。煞接着甲这两个新妇来三针。伫迄当时，犹太人三针的这个过程，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互相请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分别，永远袂阁见面的这款的情形。所以拿俄米就用烧金来考劝因两个新妇，返去因家己的故乡，互因会当过来嫁娶。这两个新妇听了伊的大家安尼讲，因就大声哭，因为因无想要离开因的大家，想要甲因的大家返去犹大国。这款的过程实在互人真感动。两个新妇虽然失去因的翁，因的年纪阁轻，照理讲会当返去因的故乡后头厝，阁另外找翁，总是因拢愿意跟对因的大家，离开家己的故乡，来前往家己无共款的国家犹大去。毋过因的大家拿俄米，阁一摆来劝两个新妇返去因的后头厝。即时情形无共款，拿俄米讲：查某囝，恁着返去，恁是安那要对我？我敢阁会当甲恁生囝做翁，来互恁做丈夫吗？查某囝，返去啦！我已经年老，袂当阁嫁翁。若是我有毋茫今仔日嫁翁，明仔载着生囝，恁敢有法度等即个囝大汉，无去嫁别人，阁会当娶恁吗？查某囝，莫安尼做，我比恁搁较歹命，因为上帝刑罚我、攻击我。伫迄当时，犹太人认为讲失去翁婿，搁失去囡仔，这是上帝的刑罚。所以拿俄米认为，伊是受到上帝的咒诅，甲至到伊失去了家庭的中心。所以，伊就考劝伊的两个新妇，莫跟对伊，至到互因嘛拄着即款的患难。所以，两个新妇听到因的大家安尼讲，就搁大声哭。煞接大新妇俄尼巴就甲伊的大家来相识。总是第二个新妇罗德，却坚持要跟对伊的大家。大家第三届搁考劝罗德讲：返去啦，返去你的故乡。因为你的大嫂都已经选择要返去伊的后头厝，拜伊较早的神明，罗德，你嘛共款，毋好跟对我。总是煞接罗德所讲的话，实在是互人真感动。罗德安怎甲伊大家讲呢？罗德甲伊大家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嘛要死伫倒。你
葬伫倒，我嘛要缀你做伙去埋葬。除非死会当，互我甲你相离，若无愿耶和华上帝动来刑罚我。咱看到罗得伊的安尼宣告，那俄米嘛受到真大的感动，就无搁苦劝伊。今仔日咱看到那俄米两个新妇，两个人的对话，一开始虽然两个新妇拢表达要军队因的大家，总是那俄米真清楚甲因讲，军队我会拄到的问题，大新妇俄尼巴心就受到摇动，因为真现实的问题，那军队大家去到犹大国，爱面对什么款的挑战？第一，因会面对着可能爱甲因的大家做伙受挂的问题；第二，因是摩押人，爱离开因的故乡，去到犹大国，是因生分的所在；第三，因会面对着无共款的宗教信仰，因为摩押人有因家己的祖先的信仰，那转去因大家的故乡，就爱改信上帝。所以这是真大的挑战，特别是迄当时对即个外邦人来讲，实在是真无简单。罗得的选择，互咱会当想到旧约有一个所在，嘛记载有一个以色列国王，伊的名叫所罗门。伊嘛捌拄到人生真大的一个选择的挑战。这个选择的故事，可能大家若看圣经拢捌听过，就是有两个妇人人抱一个囝，来到王的面前，甲这个王讲：王啊，这个囝是我的，叫这个妇女莫甲我抢囡仔。另外，迄个妇女嘛是安尼讲：这个囝是我心所生的，是伊欺骗这个国王。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到尾伊要安怎去判断这个囡仔到底是属于什么人的？伫迄当时的时代嘛，无像即马有 DNA 会当验血啦。所以，这个国王伊就想到一个办法，叫这个仆人来讲：摕刀来，两个拢要抢一个囡仔，安尼真简单嘛。甲即个囡仔当作西瓜，破做两边，一人一半，感情较袂散。恁两个会当做伙带即个囡仔。咱若想囡仔破做两边，敢过会活？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做老母的，伊就马上讲：做多马地，刀下留人，毋通安尼做，因为安尼就失去了即个囡仔，两个人拢无法度得到。另外一个妇人人讲：要紧，就是安尼较公平。所以所罗门王伊真有智慧，伊听到讲安尼结果，什么人才是即个囡仔的老母？是阻止即个囡仔受害的老妇人人，还是另外一个讲安尼好，就安尼做？我想咱若做老母的，咱一定无法度来看家己的囡仔算是性命。所以所罗门王就真简单的来判断，即个阻止囡仔受害的即个妇人人，才是伊真正的老母。所罗门王的智慧对倒位来？所罗门王的智慧，毋是伊家己本身，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因为当所罗门王伊甲上帝祈祷的时阵，上帝讲：你要爱啥，我拢要互你。所罗门王并无求财富，嘛无求名利，伊敢若只有甲上帝求智慧。上帝因为伊求智慧，就大大赐予伊所有的一切。所以今仔日，咱知影所有智慧的源头，就是对上帝来的。今仔日咱看到那俄米两个新妇无共款的选择，什么人才是真正有智慧来选择军队主的脚步？我相信咱知，就是亲像罗得，伊愿意选择军队因大家的这条路，愿意全然的委身。这款的委身，毋若是单独委身伫家己的丈夫，当家己的丈夫过身，就结束了安尼的婚约。这款的委身是全人的委身。
咱华人传统的婚姻观念，就是嫁鸡随鸡，嫁狗就对狗啦吼。若丈夫袂猪肉，就变做袂猪肉的头家娘啦吼。丈夫若做牧师咧，做牧师娘，所以牧师娘就爱专心顾教会吼，袂当黑白拍拍走，袂当去兼差吼，安尼无专心服侍，所以就真侪安尼的条件。总是咱知，这是咱传统的观念是现代足侪观念是讲这个另外一半就是顾家庭甲家庭顾好势互家庭来建，会当健全互家己的另外一半会当专心来做上帝的工，安尼才是主的心意。所以咱看到路得伊的回答是安怎？路得实在是真无简单的一个查某人。伫伊失去了人生的倚靠伊的翁的时阵，伊并无因为安尼就来离开伊的大家，反倒伊决意要跟对伊的大家的脚步，而且佮甲伊的大家讲你的路就是我的路你要去倒，我就对你去倒。你若要去信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嘛要对你去。你种伫对，我嘛要对你埋种。这款的宣告是身心灵全然委身的一个态度，毋但是个人生活的一个委身，连国籍佮有信仰，拢完全委身伫伊大家的所在。换话来讲，路得伊已经决意要将伊的性命交托出去。所以，咱对路得的选择中间，咱会当看到路得自强嫁互因翁了后，全然看无家己，无搁想念家己的过去一切所有的，无搁转去想念伊的这个故乡的财产，无亲像因的祖先咱知摩押人是安怎出现，就是伫这个路得的祖先有一个名叫罗德啦，这个罗德名甲路得要接近伊是阿伯拉罕的侄仔叫做罗德，罗德甲伊的查某囝所生的这个人叫做摩押，所以称做这个摩押人的祖先。这个路得伊的某因迄当时住伫索多玛甲蛾摩拉这个城市，上帝有甲因提醒讲这个火要来毁灭这个两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的人拢做真歹的代志无跟对上帝，所以伊就提醒路得甲因即家伙的人，甲因讲：恁着较紧逃走，毋好搁回头看，嘛毋好转去款行李，因为上帝要降落刑罚。总是路得的某无听趁上帝的话，当伊回头看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伊的某变做一支盐条啦。咱知即款代志真正有可能发生伫早前罗马迄当阵有即个火山爆发即个火山爆发有迄个火会飞去足远的所在咱若人走了袂赴即个盐火降落伫咱的身躯，咱就变做盐条所以伫迄当时，就亲像即款的情形，路得因的太太因为想念伊过去的财产，搁活转头来看的时阵，就袂赴逃闪，直到失去了性命。总是伫摩押人伊的后代的路得，却无因为安尼来三心两意。搁较要紧的是，路得愿意选择来放弃家己祖先的信仰。决意要跟对伊的大家，信靠耶和华上帝，而且搁较坚定的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想这是路得亲自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告别。伫迄当时，对毋是犹太人的妇人人来讲，这是非常无简单的一个宣告。
嘛，因为罗得伊选择决意军队上帝骹步，上帝祝福就临到伊的身上。咱若继续看后壁经文，咱就知，当罗得选择甲伊大家转去犹大伯利恒了后，伊敢有真正守寡一世人？无呢，上帝无因为安尼，就互伊孤单，一直到伊年老。有一届机会，伫捡麦穗的时阵，伊拄着伊未来的即个翁，就是名叫波阿斯。即个波阿斯甲罗得结婚了后，尾也生一个囝叫俄比德。俄比德是啥物人？伊就是大必王的阿公，嘛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吼。因为伫后壁佮安尼一直传落去，尾啊。到尾啊，即个约瑟甲玛利亚因生的囝，就是叫做耶稣。所以耶稣的祖先大必，较早就是罗得。所以咱为即个过程来看，咱知影，当罗得伊选择完全顺坦伊的大家，选择决意军队上帝骹步，毋是转去伊的后头厝，甲伊过去祖先的信仰，伊所得到的祝福是远远超过伊本身所想象。伊本来的想法是，伊转去甲伊大家的故乡，伊就要甲因大家一直到年老，甲伊离开这个世间。总是上帝予伊得到的福分超过一切，甚至伊的后代有耶稣基督，成做咱世界的即个救主。所以即款的即个过程，咱通看到上帝并无因为罗得是外邦人，就来气杀伊。伫迄当时，以色列人的即个观念认为，以色列人袂当带外邦人，外邦人袂当入耶和华的圣殿。总是上帝竞选，无分即个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上帝是看到罗得伊决意要军队主，所以即个祝福、即个恩典，就临到罗得甲伊后壁的囝儿，世世代代拢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咱看，当咱若亲像罗得安尼，会当愿意忠心军队主。咱的性命就要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今仔日是代表总会圣经学院奉献主日来甲大家请安报告。咱知影圣经学院就伫咱教会无介远的所在，毋知敢有人还未去过圣经学院？应该咱大部分拢捌去过吼。圣经学院已经设立有72年的时间吼。伫即个过程虽然圣经学院无亲像咱长老教会三经神学院专门咧培养即个一个传教者，总是嘛有济的即个传教者，也是教会兄弟姊妹伫即个圣经学院受到装备特别有足济灵性的课程，互无论是牧者。也是教会的中级会友，拢会当伫遐得到真好的造就，因为要选择真做上帝的工人，服侍道路实在是真无简单。伫咱昨下晡办了即个四所爱无限里面的即个事工了后，会当感受到公园教会咱的中级、咱的同工兄弟姊妹拢一热心。要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总是有当时咱的心会亚神，有当时咱的心会衰烂，咱就需要搁一届来得到上帝话语的充满，得到上帝话语的即个带领，互咱继续选择一生军队主的脚步。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嘛，互我想到过去，当我要选择。全时间来服侍上帝的时阵，我嘛捌面对着真困难的即个决定，因为迄当时我已经退伍，咧做工课，咧上班，搁伫电视公司食头路。伫即个过程，
上帝呼召我，感动我的心，邀请我成做伊的奴仆。我迄当时，我就想讲，上帝啊，你的呼召敢是真的？我已经咧做工课，我过去读电机即个科系，已经嘛几6冬的时间。若是我选择放落我的工课，去行军队主的脚步，安尼我过去所学的，我所做的一切，毋是拢归伫空空吗？总是上帝，互我一摆搁一摆来思考一款的问题，就是我是哪会当成做基督徒？因为我是第4代基督徒，自阮阿祖的时代到阮的阿公甲老爸，到我的身躯，阮拢伫教会内长大，所以我就想讲，我是安怎有即款的福分，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咱足侪长辈可能要来伫教会要即个洗礼信主拢爱经过真大的挑战特别是较早辈即个长辈兄弟姊妹有当时过去拢听阿公阿嬷讲若要去教会就要被爱地较暗的，有当时拢爱偷偷出门若无掠着绑伫迄身边道讲甲较长去安尼因为伫早期咱台湾会认为讲即个基督教犯教啦所以若去教会就是背俗啦就是即个不好啦无要拜祖先要去信即个犯教，所以我就想讲我哪有法度比别人较好命，会当出世就伫教会，会当有机会认捌上帝。有侪人是爱冒着性命的危险才有法度来信主，特别是伫即个回教的国家也是中国嘛，侪爱受到即个压迫。所以我就想，到底上帝互我会当成做基督徒的即个价值是啥物？我甲别人有啥物无共款？我嘛无比别人较敖，嘛无比别人较优秀。为什么我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为什么我会当无付出一点仔的代价，我就领受到上帝的祝福？我会记得我一岁就洗礼，因为阮爸爸妈妈就伫我细汉的阵陪我去即个幼儿的洗礼，所以伫我一岁就领受上帝的恩典。那安尼，上帝应该是伫我的身上有伊要爱我做的代志。若无，上帝是毋是足无公平我安尼出世就会当领受即个恩典，大家拢拼甲大粒汗、细粒汗，才会当入来教会。我敢毋免比恁较拍拼吗？我敢毋免比恁付出搁较济吗？所以当我安尼会思考了后，我就想，我要安怎来报答上帝伫阮即个家族的恩典？我要安怎来回应上帝？耶稣基督为我受死、受钉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洗清我的罪。我无做啥物，主耶稣就已经为我受钉伫十字架。敢讲我一世人就安尼糊里糊涂过一世人，也是做我家己的工课，拢毋免付出啥物代价。所以当我有安尼的感动了后，虽然退伍了后选择先做工课，总是伫做工课这10冬的时间，我一直咧思考：上帝啊，你要爱我做啥物？上帝啊，你的旨意是啥物？上帝啊，你呼召我要为你做啥物工？当我安尼会祈祷思考了后，有一摆心中搁较大的感动，就是上帝爱我去考神学院。我就想讲，考神学院爱搁考试，而且即个神学院嘛，毋是随随便便的人会当录取。即马大学足好考对无？早前伫咱较早辈的时代，大学是足歹考的，神学院嘛，毋是遐尔简单会当考入去。毋过我相信
上帝互我一个感动，就是伊要警告我，就会当互我顺利来通过。所以当我有这个感动了后，伫2011年5月份，我就甲我厝内人讲，我要辞职，我要去考神学院。迄当时，我的老爸老母佫真烦恼讲，虽然你是基督徒，你要行这条路，阮拢真欢喜。总是你爱思考，你即马已经结婚啊哦，因为我是结婚了2冬了后，有即个感动要来考神学院。我的老母就讲，你这3年的时间，你的经济要安怎？你的家庭要安怎？虽然迄当时还未有囡仔，总是家庭的开销总是比一个人佫较大。我甲我的爸母讲，因为我知上帝警告我，伊一定会养饲我，所以毋免烦恼，上帝会带领。所以我就决定辞职，要准备要考神学院。我甲我的主管讲，我要辞职，我无要搁做，我做到5月底就好。我的主管就甲我讲，你是毋是要跳去别个公司做头路？那你要去别间公司你去到倒位拢共款啦。伫咱即个做即道的毋管去到倒拢差不多嘛，袂搁较济偌济收入这薪水是无啥物无共款的。我就甲我的主管讲，毋是啦，我毋是要去别间公司，我是要去考神学院。我的主管煞1分钟讲袂出话，伊就讲：你是毋是头壳歹去？你是毋是工课压力伤大？若无工课甲你做一个分配，互你莫压力较大。我讲毋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有领受上帝的即个感动要来做即个专职的传教者。我的主管就想讲，哇即声即个员工压力大到要出家啦我的同事就讲，你爱想清楚你毋好安尼想讲去佚佗，无阮甲你的位佫囥伫楼咧互你若考袂调，佫转来会当佫继续来做工课。我就讲，我相信上帝拣选我这条路是正确的嘛是上帝的即个警调，所以我相信上帝引带我袂佫转来做即个工课，因为这条路毋是会当越头的路，我决意要跟对主。所以当我下定即个决心了后，我就辞职。要考试的时间是7月份，所以有2个月时间通准备。我的爸母就讲，无你嘛等你考着甲辞职，你哪会较紧就甲工课辞掉？我就甲我的老爸老母讲，这是上帝要爱我行的路呢，我敢毋当佫家己留后路？若是我惊考袂调，佫转来做工课。安尼敢毋是亲像圣经讲，一个人佫服侍2个上帝，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世界的即个财富。我敢会使为着惊讲，我无法度行即条路，我佫转来选择要行即个世间的路程。所以就安尼，5月份辞职了后，7月份去考神学院，尾真正上帝的恩典，互我考到台南神学院。我就甲阮太太讲：“哎哟，即个时间要放榜毋知结果是安怎？阮的太太就是即马的师母啦，伊就讲这绝对无问题啦。所以伊比我佫较有信心，伊先去台南应征工课去公报社，伊比我佫较早录取阮迄当阵还未搬厝，我就甲伊讲，我还未放榜呢，若万一我无录取要安怎？阮太太就甲我讲，袂啦，上帝都已经要叫你去伊敢会可能叫你莫去？所以伊就讲伊先去应征，尾真正无拍算，阮就全家要搬去台南。迄阵是阮住伫凤山结婚了后住凤山，阮
迄当阵的计划就是讲结婚了后，甲厝内重新装潢，因为这毋是新厝阮着请设计师来做装潢，所以嘛甲厝内用甲真水啦即个天棚阁有即个十字架会当逐工伫遐灵修总是当阮开始要享受王子甲公主的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后，上帝的即个声音就来所以有当时咱厝内莫用甲伤好有可能上帝就会无说意就叫咱去别位所以阮就开始爱款厝内搬厝搬去台南伫遐新学院3年久的即个时间，尾伫新学院了后毕业要抽签分派即个选择就过来哇！即个抽签足紧张的我往足够抽的我做兵就抽到海军陆战队，大家拢拍扑伫男神毕业了后，伫即个咱主审迄当阵咧抽签分派阵我嘛是第一个抽呢抽到客家宣教中会，我就想讲即个中会名哪会遐长？即个客家宣教到底是啥物所在？像咱新德中会啦、台北中会，拢有地号名，总是即个客家宣教中会，哪会无地名？有人就讲这可能伫新德啦尾就即个分配教会时阵即个知影讲要派去德东我就想讲德东到底啥物所在？我知影德南啦知影德北毋捌听过德东呢因为即个高速公路袂经过遐啦我就问阮太太德东伫倒位你敢捌去过？伊讲我毋捌呢毋过我知影新竹的东区啦应该就是德东啦应该是大都市啦所以咱伫遐牧会应该是真方便啦毋免惊无地找食安尼。结果无拍算，即个德东毋是新德市的东区是即个德东镇即个德东镇咱毋知捌去过无？伊是客家庄伫遐70%拢是客家人，所以当阮抽到即个客家中会时阵，哇，全部的人拢甲我做伙抽签，人拢拍扑呢。我想讲安那会大家遮欢喜原来拍扑是因为爱去考客语啦因为照咱长老教会的制度咱若派去无共款族群的即个所在服侍，咱就爱学当地的即个语言。原住民因若派去因的所在，就爱学迄个所在的语言。若去客家中会，就爱学客语。若伫咱平地中会，就是学台语。这是爱考试，爱用即个语言来讲道嘛爱考白话语。即个爱去考听说读写安尼。所以大家看到哇，迄当时2个签啦我抽到一个大家都足欢喜的，因为表示讲因减少迄个抽到即个签的机会啦。所以感谢主，虽然面对着即款的挑战，我嘛想讲哇，上帝你嘛真趣味呢一个调就甲我调去即个毋捌去的所在到底是要安怎即个足人生地不熟搁爱学客语。尾上帝互我的感动是，我的阿嬷是客家人因为我阿嬷是苗栗的客家人，所以伊爱我来遮的客家人的即个居民来传福音。所以伫即个过程，我就努力甲客语学起来嘛真感谢上帝，互我伫即个德东10年久的时间会当伫遐服侍。这是迄当时教会的即个情形教会的长辈真济啦毋过讲真济嘛，差不多20几个啦尾上帝佫互我佫较大的挑战，就是伊一直带人去天顶泡茶所以20几个互上帝调10个出去，就剩无10个我就甲上帝嗷叫啦，我讲上帝我就还袂出去传福音，你就一个一个甲人调去天顶，你的意思是叫我来遮甲教会门关起来，敢是即个意思？上帝就甲我讲，我的羊群毋是伫教会内底，我的羊群是伫教会外口。
所以我就爱去教会外口去传福音。所以伫即款的过程中间，我就甲牧师娘做伙祈祷，到底福音要安怎传？上帝互阮的感动就是为家庭开始一个真大的恩典是伫阮结婚了后，还未马上有囡仔，总是当阮抽到即个客家中会的时阵，上帝就互阮一个恩典就是牧师娘伊就有心所以伫阮拄去到即个得当时阵，牧师娘是大巴肚去赴任安尼啦牧师馆伫4楼所以伊每爬一个楼站我着摕一个椅仔互伊坐安尼一直爬到4楼所以生出来囡仔足勇的3000多公克安尼，因为伫巴肚内底就有咧运动，就有咧训练啦所以伫即个过程尾囡仔出世阮就想讲，我教会嘛无主日学呢嘛无青少年敢若有老人甲阮做伙泡茶，安尼要安怎？牧师娘讲无要紧咱就为1个2个囡仔安尼开始带，所以迄当时2018年阮就决定讲要做主日学，惊阮的查某囝会无聊啦，讲安那拢无其他学生来，所以有一个恐龙宝宝来陪伊做伙做主日学安尼。感谢上帝当阮决意要跟对主的脚步，顺探上帝旨意了后，上帝真正将人一直加添伫教会所以2018年是1个人的主日学，过无到1年，就济囡仔就来伫教会这个囡仔拢是为社区来所以伫过年了后牧师娘就讲安尼圣诞节会当来演戏这是真无简单的一个过程咱知圣诞节要演戏剧是爱足侪囡仔、足侪人才有法度一个2个要演戏是无简单的总是伫过年就会当有即个圣诞节的即个演出尾嘛看到上帝毋若敢若甲囡仔带来教会青少年咱即马的即个幸福小组，伫阮2018年去到高雄受训了后伫迄当时嘛开始做幸福的小组就将侪青少年对社区入来尾因拢愿意来认捌主来受洗礼安尼所以教会毋若是儿童，毋若是青年，个连即个中年的部分圣歌队敬拜团嘛伫迄当时慢慢来成立起来即个过程拢是伫阮10年前迄当时去到伫得当的时阵，迄拢完全无有遮个组织甲团体，总是当阮我靠上帝，上帝是供应一切的上帝，伊把甲人拢一个带入来教会。这是过去信望爱60周年2019年的即个相片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搁一摆拣调我来伫公园教会。过去这10年来，看起来敢若是一间无仰望的教会，人讲是一间用要关网收起来的教会。总是当咱愿意顺探上帝、跟对主的脚步，上帝会当互一间看起来那亲像无仰望的教会会当复兴起来。我相信，伫今年7月份，我甲牧师娘来伫公园教会，这是搁一届决意的选择，因为伫这个过程嘛经过真大的征战，甲真大的挑战。总是我认为。亲像伫迄当时，我抽到客家中会，我甲上帝祈祷讲，无论上帝要差派我去倒位，我拢愿意顺服。只有求上帝甲我相同行。今仔日，我甲牧师娘来伫公园教会，我嘛搁一届用即款的心志，甲上帝祈祷。今仔日上帝你引带阮来到伫公园教会，
阮愿意顺服，只有求上帝甲阮相同行。感谢主，上帝恩典拢超过阮所有。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看到，当咱决意来跟对主，上帝的祝福、上帝恩典超过咱所有的一切。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透过路德的这个经文，嘛要邀请咱搁一摆来思考，伫咱现阶段，咱的人生，咱是毋是嘛面对着选择的这个时刻？我毋知影，伫咱的家庭，还是伫咱的职场，还是伫咱的社区，咱是毋是有面对这个挑战？特别是咱是基督徒的身份，还是咱还未信主，总是咱真毋望来跟对主。有时咱会拄着厝内人的反对，有当时咱会拄着同事的取笑，有当时咱会拄着真济的遮的考验，要阻止咱来到上帝家，要阻挡咱来归向主，来信靠主。各位兄弟姊妹，恁的选择是啥物？我要邀请咱即时，咱会当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咱做伙来祈祷。今仔日咱来伫公园教会，是毋是嘛是咱真无简单的选择？有可能一透早，咱就爱选择讲今仔日要出去外口佚佗，还是咱要来伫教会做礼拜？有可能，咱嘛要面对真大的挑战，是当咱来伫教会时阵，咱还未信主的厝内的人，敢会阻止咱的心，敢会阻挡咱来伫教会？有可能，当咱想要来跟对主的时阵，咱厝人的人会甲咱讲，毋好去教会。教会即个信仰甲厝内信仰无共款，有可能伫咱执政的时阵，当咱面对着公司要大拜拜的时阵，也是要做一寡普渡的即个祭品的时阵，咱的选择是啥物？咱愿意勇敢来表示，咱是基督徒的身份，咱无参与伫遮的制作遮的等等普渡的遮的代志，也是咱毋敢表明咱倚靠上帝的身份。这时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若是咱的生命生活的过程中间，咱拄面对着遮个挑战，无论是甲厝内的人，无论是伫公司，无论是伫社区，还是伫生活的过程，咱敢有即个感动，要亲像路德，伊愿意选择跟对主的脚步，选择跟对伊的大家，放弃伊原本祖家的信仰，因为路德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所信的我嘛要信。过去咱圣经约书亚捌甲伊的百姓安尼讲：，恁着敬畏上主，恁着诚实来服侍伊，将恁列祖的遮的生命来除去，来服侍上帝。若是恁无爱服侍上帝，今仔日，恁会当经恁要服侍的神，到底是恁祖先所拜的神，还是耶和华上帝？咱敢有法度亲像约书亚，愿意伫众人的面头前安尼宣告，讲：总是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上主，阮决断要服侍上主。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有缘要搁一摆
来呼召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亲自甲咱讲：来跟对我，来跟对上帝，毋通丢除，毋通搁看后壁，咱着爱一生来跟对主。各位兄弟姊妹，咱的选择是啥物？如果咱愿意跟对主的脚步，咱愿意一世人来跟对主，无惊吓，无丢除，无犹豫。咱愿意亲像罗德安尼宣告讲：上帝，我要跟对你，我要一世人成做你的囝儿。如果咱愿意，咱做伙来祈祷。听堂的天父主，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伫阮过去的生命中间，阮无认捌你，你教阮用家己所感觉对的代志来过阮的生活。你教阮家己有家己的信仰，家己有家己所倚靠的神。总是今仔日，阮来伫公园教会，相信是上帝，你搁一摆呼召阮，要跟对主的脚步，嘛搁一摆透过圣经，甲阮讲，耶稣基督疼咱，疼阮每一个人，因为伫2000多年前，主耶稣就已经来伫即个世间。主为着咱每一个人受钉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丧失性命，是为着要拯救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有即个福分，伫咱出世的即个世代，咱有机会来伫教会认捌上帝。虽然过去咱有家己的信仰，虽然过去咱无认捌上帝，地教咱人往往犯错，无用光主的名，总是主今仔日要搁一摆邀请咱，要甲咱讲，毋免惊吓，毋免张除，因为主耶稣已经为着咱对死搁活，主耶稣已经为着咱拄起一切的罪过。只有咱愿意相信主耶稣，愿意一生跟对主的脚步，愿意来接受耶稣，成做咱一世人的主。咱甲主安尼讲：主耶稣，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一世人跟对你。无论拄着风影，拄着人的言语，拄着搁较大的挑战，我嘛决意要跟对主，一世人到主过来的这个时间。阮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们。请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72首，心目主坚固，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较济。即马，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实现的同工。请起立唱奉献的诗。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阮生活中丰盛的陪伴甲看顾，阮也为阮所领受的恩典甲才能献上感谢，也恳求圣神保守阮，常常知足。阮伫遮将淡薄金钱奉献予主，做圣工路用，求主感纳阮虔诚奉献，也恳求圣神引传阮教会，用遮的金钱做主爱阮做圣工甲传福音，通用光主的名。阮当心合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咱即摆先来欢迎新的朋友，今仔日有2位，好，第一位是罗家珍姐妹。我们欢迎她，请她起立。欢迎，她是任照执事堂妹的女儿，在台南德光教会，那现在在新竹工作。我们欢迎她，以后也常常再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好，那第二位是李燕玲。好，哦。伊是草屯教会，我袂记你这是台语礼拜吼，拄仔讲伊。伊是伫高台读册吼，是草屯教会，伫草屯教会主会吼，咱欢迎伊来参加咱的学生学青吼团契。好，那欢迎，毋知影阁有老高无新来的朋友？无吼，好，欢迎。即马我来报告，我用华语来读。本主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赖牧师代表圣经学院请安讲道，黄同佩牧师代表圣经学院到内坜教会。第6期的幸福小组爱无限幸福小组9月21日开始，为期8周，请大家为本事工代祷。本会成立公园教会的学生牧区牧养，等一下这个部分赖牧师会进行补充的说明。下一页。
青少年的读书会哈，2周1次，从10月5日下午3点，601室，国高中孩子同时段可以参加，学生牧区的聚会。教会的消息，圣歌队主办声乐研习讲座，内容包括像是发声，还有语音学，还有发声和语音在歌曲上面的应用，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下一页，马约翰牧师的培灵会，这个非常难得，9月22日下个主日要举办哈。华语的礼拜主题是数到8，台语的礼拜是张开双臂，下午堂主题是最美的故事，欢迎大家3堂都能够参加。参加下午堂的兄姐，有提供午餐。往下，巧克力人生福音茶会9月28日下午3点，在本会的1楼，欢迎大家邀请朋友一同来体验。2024年的夫妻成长营在11月23日，还有11月24日，地点是在7楼。对象是愿意一起成长的夫妻档，教会有补助费用，也欢迎参加。门徒培训组基要真理班，9月15日中午12点半开始，第5课祷告蒙应允的确据是由赖牧师带领。然后9月19日礼拜4上午10点是第6课洗礼与圣餐，是敦雅带领。新竹区赞美操的培训认证地点是在公园里民活动中心，时间是礼拜4，有好几个礼拜4哈，欢迎洽询我们春菊执事。上周圣礼典陪餐。台语礼拜106名，华语礼拜44名。教界的消息，新竹中会教育部长职同工训练课程，教会同工的灵修操练，9月21日上午9点，在新竹教会，讲员是苏美珍老师。新竹教会牧师团队就任受职感恩礼拜，牧师林庭月。教育牧师梁佩玲，传道师蔡明琪，丰利牧师并派驻南寮教会，时间是在9月22日礼拜日的下午3点，新竹教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来请赖牧师来进行补充的说明。好，来补充这个部分的报告哈。公园教会学生的这个牧区哈，其实昨天才成立哈，有举办这个学青学青的这个迎新餐会。目前教会有安尼这款的这个计划，就是因为咱教会遮算伫学区啦吼，咱遮有这个国中高中阁有这个大学拢伫咱新竹这个所在。所以其实咱教会应该是爱吸引足侪学生来伫教会中间来聚会，所以因为有即款的即个目标甲即个意向，所以教会有决定要成立即个学生的即个牧区吼，对象就是国中以上高中以上，一直到研究所即个年龄层拢会当来参加即个聚会。时间就是伫过来即个拜六下晡3点，聚会所在伫2楼，2楼就是因咱即马伫美比谷的即个聚会即个场所，要有即个学生的联合的即个聚会。因为年龄上有无共款的即个过程，所以伫即个联合聚会了后，有分国中甲高中的即个少年团契。伫即个3点45分聚会，大专的团契一直到研究所是伫4点到5点，伫607的即个教室。伫即2款的即个团契中间，咱教会拢有安排无共款的即个同工甲辅导来负责遮个团契的即个聚会的过程。所以搁一届嘛，代表教会邀请咱在座若有囝儿，也是青年现
主席是各种以上教育研究所伫遮读册的囡仔，咱拢欢迎会当邀请来参加即个学生牧区的即个联合的聚会嘛，伫即个过程拄则有报告即个青少年的父母若带囡仔来父母会当参加读册会，囡仔参加青年的聚会。所以，毋望咱教会会当成做一个健康世代拢会当做伙来伫教会的一个大家庭的教会。对细汉幼儿到即个成年咱教会拢有无共款的团契甲聚会，会当邀请咱大家来做伙参与伫遮补充报告。接着，请咱三个来吟祝福车恳的诗圣诗619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词线，请赖牧师祝祷。再过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心的相通，甲咱在座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咱会当行伫上帝的光，一世人跟对主的脚步，到主过来，永远无煞。阿免。请坐，密道闭会。